竟然抽中！今次行街街尾篇決定換個玩法，交俾同事抽，抽中邊間就即刻去。同事抽到嘅係。今日嚟到旺角朗豪坊 Cosme 同大家分享8件人氣產品。人氣 Kiss Me 睫毛卸妝液，輕一搽已經可以完美咁卸走晒啲 mascara， 仲有埋超級防水睫毛組合，一 set 有齊晒 mascara 同睫毛卸妝液，都只係109蚊咋。同場加映，全新推出嘅珍珠限定式眼線液都有啦，啱晒夏天化翻個粉色係妝容。日本知名美妝 YouTuber 推出嘅 Anamore 品牌，呢款眼影顯色度好高，尾篇就最中意呢隻03色啦。啱啱5月先最新登場嘅胭脂，6隻色都充滿日系感。呢支雙頭收容棒好搶手，斜面收容筆頭方便調整線條粗幼，搽喺鼻梁外面嘅輪廓，用後面嘅海綿 blend 開佢，兩隻色都唔會太誇張。有好多 BB 毛嘅你要注意，呢把2合1嘅髮蠟梳，除咗可以防止頭髮打棘之餘，仲可以令到 BB 毛唔再飛起。同尾篇一樣，間唔中都會生暗瘡嘅你，可以試下呢支暗瘡精華，每次1小滴就已經可以解決到暗瘡嘅問題。平時唔中意噴香水嘅，可以試下呢支 BB 爽身粉味嘅身體噴霧，聞落去勁舒服，完全唔濃，連個包裝都整到好靚啊！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行街街。